美國總統川普講要暫停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以色列的軍方煞佇咧當地時間3月27證實講鎖定伊朗的核設施，包括中部一座淡水反應爐，甲一座油加工廠來進行攻擊。也針對這件代誌，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奇表示會愛以色列為因家己的罪行付出沉重的代價。位於事發現場相片，會當看到伊朗中部的豐達堡淡水廠區清除火光，隨後佫清除規片的煙塵。以色列軍方佇當地27證實已經鎖定伊朗核設施來攻擊中部的豐達堡淡水反應爐，就是攻擊目標之一。這也是以色列第2擺攻擊這座反應爐。這座淡水反應爐是佇2000年代開始建設，也毋過即擺已經依照2015年伊朗甲世界各國簽訂的核協議停止建設。反應爐核心已經予移除灌入藍瑪孔，無法度運作。伊朗官方表示，即擺這座研究用的反應爐用途是生產強型醫學研究的布，也捌向 IAEA 國際原子能總署通報，預計會佇2026年投入運作。除了淡水反應爐，以色列也聲稱空襲伊朗中部城市亞茲的一座油加工廠，聲明中認定這座加工廠用於生產由濃縮過程所需要原料。伊朗原子能組織緊急佇社群媒體 X 發文，證實這座設施遭到襲擊，也毋過無造成任何放射性的物質外泄。對此，以色列時報27報道，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佇 X 發文表示，以色列襲擊伊朗2間上大的鋼鐵廠、一座發電廠甲一寡民用核設施，參其他基礎設施。也講這個行動是已經甲美國協商了後進行的行動。這擺的攻擊甲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要暫緩攻擊的最後期限互相違背，將會予以色列為家己的罪行付出沉重的代價。伊朗革命衛隊隨後也發出警告，要求中東地區有美國鼓動甲以色列革命的重工業設施員工，隨脫離工作場所，因為革命衛隊將會發動報復性攻擊。公視新聞陳時中編譯。